人人投出混濁的文章，傲傑不順張狂的才能，潮湧否定麻痹一瞬，阻礙長眠爬行的鋼之公主，不斷自殘的勵志人偶，結合反彈，現身至地面，自曉自身嘅無力吧，破道之90客觀。今次要拍呢條片呢，就真係相當簡單，因為我只需要寫完稿，照讀出嚟就得啦。而大家仍然會覺得我全程係望住鏡頭嘅。頭先我詠唱緊死神嘅詠唱詞呢，我完全冇背到㗎，我只需要寫入呢一個 software 度就可以啦。大家好，今日咧想同大家介紹一件咧真係令到我拍片變得非常之輕鬆嘅神器 Elgato Prompter XL。如果你平時都有拍片做直播咧，或者要錄廣告稿咧，你一定知道咧記稿係一個好大嘅挑戰，眼神唔集中啦，講到一半卡住啦，又要望提詞紙啦，成個 flow 咧會即刻斷晒嘅。但係而家有咗呢個 Prompter XL 之後咧，呢啲問題一次過解決晒啦。首先呢個 Prompter XL 咧係 Elgato 專為內容創作者設計嘅專業級提詞器，佢用上14寸嘅大畫面光學玻璃，成個畫面咧變得非常清晰，字又大又順眼，即使你隔咗遠少少睇咧，亦都冇問題。無論係你錄訪問啊、拍開箱片啊，定係做直播廣告咧，都可以好自然咁樣即場發揮。講翻設計先 ，Elgato 呢塊玻璃咧係真心高質嘅，佢用嘅咧係專業 Grayscale Splitter 玻璃，所以字體反光嘅角度咧係啱啱至好，唔會出現鬼影啊或者反射你啲燈。再加埋佢個 frame 咧係用鋁合金製造嘅，拎上手咧係非常之穩陣，有份量得嚟又唔重手嘅。第二樣我最欣賞嘅咧就係佢嘅兼容性啊 ，Prompter XL 咧可以直駁你自己嘅鏡頭啦，用得嚟咧又唔會阻鏡頭嘅視野。佢支援你 Elgato 自家嘅 Prompter App 同埋 Camera Hub， 你想字快啲或者慢啲，反轉左定係右，全部一鍵搞掂。拍片過程咧係順利到不得了嘅。另外要讚一讚咧 Elgato 呢個 Prompter XL 咧，淨係需要用 USB Type C 駁電腦輸出嘅啫。咁即係話咧，你任何電腦只需要輕輕駁一個 Type C 咧，你就已經能夠當呢一個嘅 Prompter XL 咧係 Full Mon 或者讀稿機咁樣用。甚至咧我攞嚟 OBS 攞畫面攞嚟讀 Chat Room 都得。咁我就可以攞嚟讀 Chat Room 嘅時候望住個鏡頭嚟讀 Chat Room 啦。咁無論係 Studio 啦、直播用啦、拍片用啦，都係非常之方便嘅。咁仲有一樣咧 ，Prompter XL 對眼神嘅接觸咧真係加分啊！以往讀稿機咧有時會望咗左望咗右咁樣噶嘛，咁觀眾就會覺得咧你好似刻意避開視線咁樣。但係用咗呢個提詞器咧，你講稿嘅時候咧會望正個鏡頭嘅正中間，畫面出嚟咧係自然好多噶，好似真係咧同觀眾傾緊偈咁樣。呢啲效果咧對於 YouTuber 啊、主播啊或者拍呢個廣告片咧都係非常之有幫助嘅。呢一部嘢咧係真心好用㗎，咁咧而家我當佢提詞器咁樣用啦，我只需要喺電腦度咧轉翻個 display 位咧，你見佢好快已經轉咗個 display 㗎啦。咁我平時可以攞嚟咧掹落嚟當係 Full Mon 咁樣用喎，咁咧已經見到我就可以當係 Full Mon 咁樣用，哇極之方便。甚至乎如果你攞嚟讀 chat room 咧，你擺喺度咧，當我擺咗上去嘅時候，我直接 through 呢個鏡頭去睇 chat room 咧，我就好似望住個鏡頭同觀眾有個直接交流咁樣。咁呢個對於直播主嚟講咧係非常之有用㗎。Prompter XL 開箱內容咧有好多轉接環俾你嘅，方便你襯翻唔同嘅鏡頭啦。但係講到最方便嘅咧，一定係呢個一體成型嘅遮光布啦。佢嘅安裝方法咧，亦都係非常之簡單。用咗呢個遮光布配件咧，你就唔需要再駁任何轉接環啦，直接一個遮光冚落去個相機度，咁你就已經可以用噶啦。乜嘢鏡頭都啱用啊！咁你用呢個遮光布嘅設計咧，你就唔需要配任何嘅環咧，直接懟個鏡頭埋去，然後將你冚埋嗰個遮光布咧，咁你其實就已經可以去用呢一個嘅 prompter 噶啦，所以咧我長期應該都會係一個 setting 嘅，非常之正。平時就可以當讀稿機用，但係我撳一個掣咧就可以由讀稿機即刻轉做第二個 mon。平時拍完片用完讀稿機啦，攞嚟做副 mon 都非常之唔錯啊！砌好你部 Prompter XL 之後咧，記得裝翻佢專屬嘅 Camera Hub， 駁完 USB 之後咧，佢就會彈出 Prompter 呢一個 app 噶啦。咁當你撳入去嘅時候咧，佢個操作都係非常之簡單嘅。喺 Content 呢度咧，隨時可以由 Display 同埋 Test 之間轉換，即係話你隨時可以將佢轉成第二個副 mon 啦，又或者即刻轉做讀稿機都可以嘅。
而讀稿機方面咧，你可以轉唔同嘅字體啦，最緊要咧就係嗰個 scroll speed 啊，到底你想佢嘅速度有幾快咧，都可以喺度調校噶。呢度同大家展示翻個讀稿機嘅速度啦，我哋而家試下個100% 嘅速度咧，只需要呢度撳 play 就可以噶啦。我哋轉翻去個畫面去個 prompter 度先，咁呢度我哋試下撳 play 先。嗱，100% 嘅速度咧就非常之快嘅。咁我哋而家試下將個速度咧校到去11% 咧。好，而家播放啦。咁11% 咧就會慢慢嚟啦。咁因應翻你個文章段落去決定翻佢個速度有幾快就可以啦。咁最後講少少實際感受啦，佢裝起上嚟咧係非常之簡單，唔難裝嘅，係個盒咧有少少大嘅啫。咁佢裡面咧已經包晒所有轉接頭同埋唔同鏡頭嘅口徑噶啦。咁甚至乎咧，你求其用佢本身俾你嗰個遮光布咧，已經係搞掂晒。加上佢個設計簡潔啦，非常之易清潔啦，一拆一裝啦都非常之方便。再加上咧，佢係用個磁吸式嘅板嘅，有時甚至乎我會將佢拆落嚟當係副 mon 用都得㗎。咁總結嚟講啦，Elgato Prompter XL 咧絕對唔止係一件工具啊，佢更加係幫你提升鏡頭前面表現嘅一個神器。如果你想拍片拍得自然啲、專業啲，呢件咧係絕對值得投資嘅產品嚟㗎。咁片尾講多句啦，Elgato咧又一次證明咗佢唔單止係識得燈啦、識得聲啦，佢仲好識得點樣幫創作者咧去表現更加好嘅自己啊！嗱，咁好多謝大家收睇今次嘅開箱啦。如果你都想改善你嘅拍片狀態咧，真係可以睇下呢一部嘅 Prompter XL， 我自己咧係真心推介嘅。最後，如果大家喺安裝上面有啲咩問題嘅話咧，記得上翻佢個 YouTube 官網咧去睇翻點樣安裝啊！我都係照住嚟安裝嘅啫，大概用咗5分鐘咧，其實就搞掂晒成件事噶啦。我係陳亮儀，如果之後有啲咩好嘢益大家咧，我再拍片開箱俾大家睇下吓。下次再見，拜拜。